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約伯記第25章1節至26章第14節，主題係約伯頌讚上主的權能。作者喺約伯記第25同26章記載，比勒達強調上主嘅權能同埋公義，上主掌管天地，人喺上主面前係渺小卑微，冇辦法自誇。比勒達以天上嘅光體作為例子，指出月亮同星辰喺上主面前都唔完美，更何況好似蛆蟲一樣嘅人呢，係遠遠不能同上主比較嘅。約伯回應比勒達嘅指責，嘲諷比勒達嘅說話唔能夠幫助佢。約伯指出，朋友嘅說話毫無力量，既唔能夠幫助軟弱嘅人，亦冇帶嚟任何嘅智慧同啟發。最後，約伯描述上主嘅偉大作為，上主掌管宇宙，控制海洋同埋風暴，而且強調呢啲單單係上主能力嘅一小部分，冇人能夠完全明白上主嘅偉大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約伯記第26章記載，約伯描述上主嘅偉大作為，上主掌管宇宙，控制海洋同埋風暴，冇人能夠完全明白上主嘅偉大。咁你願唔願意承認自己嘅有限，同埋謙卑去尋求更多認識上主嘅方法呢？